刷落来是到看难该对话理解题，有图片和纯音档两种类型。因为每一个对话理解的题目都比较长，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记忆跟理解，所以我们要利用题目会播放2次的机会，分阶段来解题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首先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选项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。听第一遍的重点，我们要放在题目最后问什么，因为音档在第一遍播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来不及听清楚全部的内容，所以可以先记下最后的问题。等到听第2遍的时候，重点就要放在前面对话的内容关键词，才能顺利地选出答案。现在我们就利用刚刚的策略来做这道图片题。先来观察一下下背这3张图。第一张看起来是在做太水，第2张是风动态，第3张是落雪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遍的音档。前几日雨落无停，聽講一年chung希望。係呀，聽講停班停課咧。請問，做乜解會停班停課？大家还记得我们听第一遍音档的时候，重点要放在哪里吗？就是最后的问题。请问做乜解會停班停課？为什么会停班停课？所以我们第2遍在听的时候，就要去对话里面找停班停课的关键原因。前幾日雨落無停，聽講一年chung希望。音档说前几日雨落无停，前几日雨一直下，最有可能导致停班停课的原因就是水灾。所以，按是爱先第一张图。